Hello，歡迎大家嚟到我嘅火姐嘅 channel。馬來西亞大嶼家園最新嘅政策咧，正式咧係2024年6月落實。咁1年後，直接到6月截止咧，我哋已經有一個好漂亮嘅成績單。喺1年嘅時間啊，重整後嘅馬來西亞大嶼家園計劃咧，成功為我哋政府咧吸金8.4億馬幣，而且1年嘅時間咧，我哋總共接受咗3000個人士嘅申請，而且批出咧總共有1200個人士。呢個漂亮嘅成績單咧，亦都包括咧為馬來西亞嘅銀行咧提供咗一個5.9億嘅定期存款。房地產方面咧，亦都係帶入咗2.37億嘅投資金額。最後啊，單淨係申請費用啦，亦都係提供咗俾政府520萬嘅收入。而呢個1200嘅人數批出嘅比例入邊咧，單係我哋星匯國際嘅客人咧，已經差唔多係佔咗有100位。呢個100位嘅人士咧，我哋有來自香港嘅客人，我哋有來自大陸嘅客人，我哋有來自新加坡、台灣，而且我哋亦都有來自一班喺英國、美國居住嘅香港人。咁我喺咁多個申請之中啦，就做咗一啲少少嘅資料搜查啦。點解今次新推出嘅 MM2H 咁受歡迎呢？可能呢個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大家聽清楚啦，係關於呢個90日嘅居留期嘅。原來我哋最新版本嘅 MM2H 咧，只要主申請人嘅年齡咧係超過50歲，咁一家人咧都唔需要有呢個逗留嘅日期。呢個逗留日期咧，只係限於主申請人嘅年齡咧係喺50歲樓下。咁50歲嘅樓下嘅人士咧就要聽清楚啦。咁呢個90日嘅逗留日期咧係可以一家人去合計嘅。換言之，只要你一家人住夠90日咧就可以 qualify 啦。第二，我覺得咧可能係同呢個 remote application 有關啦。咁即是話，其實你嘅人仔嚟馬來西亞咧，你亦都可以申請到嘅手續。呢一集咧，火姐咧就同大家嚟商討下，除咗香港人啦，如果你唔係住喺香港，你係點樣去申請呢個良民證呢？之前火姐有講過啦，喺香港咧就屬於一個非常之複雜嘅過程啦，因為你需要親身去到警察局呢邊打手指模印。但係相反喎，咁如果你係來自台灣啦，或者大陸啦，或者係甚至乎加拿大啦、英國啦、美國啦、澳洲啦，其實咧你哋係好有着數㗎，你哋只要上網咧就可以申請到呢個良民證啦。或者喺其他國家咧，我哋可以咧話呢個係一個 police 嘅 clearance letter。第三啦，大家好關注嘅就係有乜嘢文件咧係需要攞到去做呢個 certified true copy 嘅咧？咁當然啦，係一啲關係證明嘅文件啦，例如咧結婚證書。咁咧就出世紙，咁係邊啲人士需要提供呢？譬如如果要帶配偶嘅，就一定要有結婚證書；帶父母嘅就一定要有父母嘅結婚證書；如果帶子女嘅，就要係出世紙、出世證明，或者自己帶父母嘅，當然少不了咧就係你嘅出世紙啦。由於咧所有呢啲文件咧，我哋係唔需要同你攞正本嘅喎，咁你只需要俾我個 photocopy。點解需要做認證呢？係因為咧你提供咗一個 photocopy 俾我，所以呢啲喺副本嘅文件上咧係需要去到有關政府部門咧做呢個雙認證嘅，就要確實呢啲文件咧係真實嘅。咁我哋嚟深入嚟探討下啦，因為我哋有好多係身處於加拿大、英國、澳洲或者係英國嘅朋友咧，佢哋本身咧係喺香港結婚啦，或者係香港出世紙嘅。咁樣呢邊咧就要提醒大家啦，所有嘅香港 issue 嘅結婚證書或者係出世紙咧，大家咧一定要翻去香港嗰度咧做呢個雙認證。不過好就好在你唔需要親自翻去，可以委託你嘅親戚或者係你嘅家人或者係你嘅朋友去同你代辦呢個 process 嘅。另外仲要提醒大家，
咁萬一咧你嘅國家咧係冇呢個英文版本嘅文件啦，例如台灣啦、中國啦或者澳洲、日本啦，咁就一定咧喺做呢個雙認證之前咧，一定要去一個政府承認嘅有關機構咧，先做呢個翻譯啦。之前火姐講過啦，快入紙申請一定有着數啦嘛。既然真係發生咗啦，喺早前咧做一批入紙嘅客人咧，唔需要提供收入證明咧，都可以批出啦。但係1年後嘅今日啦，政府又就加辣咗一啲條件啊。我哋依家咧最新嘅消息啊，大家聽清楚。最新嘅消息，如果你係申報目前咧你係在職嘅，即係返緊工啦，或者係自僱嘅人士咧，做緊生意嘅人士咧，你係必須要提供3個月嘅收入證明。政府咧亦都冇固定嘅金額，咁當然咧係越多越好啦，因為政府咧要評估咧你呢個收入咧係足以可以支撐你一家人喺馬來西亞嘅生活費，所以呢個收入證明咧係越高咧就越好嘅。咁第二啦，就如果你目前申報你自己係一個退休嘅人士咧，我哋依然咧係需要你提供 bank statement， 而呢個 bank statement 咧最後咧係可以 reflect 到你有足夠嘅 saving， 係差唔多可以高達15萬美金嘅呢個 amount。當然呢個 amount 咧係越高咧就越好啦，就真係批出嘅成功率咧就越高。咁如果喺個 saving 入邊咧係冇 reflect 到呢個 amount 咧，其實大家咧係可以加埋你啲定期嘅 fixed deposit slip 俾我哋作為一個 supporting document 嘅。咁喺呢度咧亦都補充少少嘅，就係呢個 police clearance letter 或者呢個良民證啦，或者個服務犯罪記錄咧，其實佢哋都係同一類嘅文件嚟嘅。咁呢一啲文件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1年嘅有效期，不過最好咧建議咧喺入紙之前嗰個日期寄起咧，都至少咧仲有一個6個月嘅有效期。如果唔係喺香港嘅你哋啦，就可以上網申請，非常之簡單啦。咁除咗係良民證啦，或者係 police clearance letter 啦、結婚證書啊、出世紙啊，咁咧當然最重要係 passport 啦。咁啊提醒大家啦 ，passport 咧睇一睇啦。因為一定咧要超過24個月嘅有效期，咁其他咧啲文件咧係非常之簡單噶啦，只需要提供一啲相啦，咁咧 resume 啦，咁 resume 咧係唔需要俾你嘅 qualification 嘅 certificate 嘅，只要咧係填寫一啲你之前嘅工作同埋大學嘅背景或者係你嘅 education 嘅 background 咧就 OK 噶啦。當然啦。咁仲有啲政府文件咧，係需要我哋嘅職員呢邊咧去同你去準備嘅。咁所有嘅 checklist 齊咗之後咧，如果你哋依家目前唔係香港，不能將啲 document 交俾我哋香港 office 咧，放心，你可以直接咧係通過 DHL 咧或者其他嘅 courier 嘅 company 咧，將啲文件直接寄到嚟我哋馬來西亞吉隆坡呢邊。咁我哋嘅職員咧就可以幫你提交呢個 remote application。咁樣聽起嚟咧，我哋嘅申請係非常之安全，以及係冇風險，因為文件寄過嚟之後批准之後，你先需要嚟到馬來西亞呢邊開銀行戶口，同埋將你嘅定期咧係 transfer 翻嚟呢邊嘅銀行。而且你哋嘅保險同埋每一個家庭成員嘅保險咧，同埋身體檢查咧，亦都係批出咗之後嚟到馬來西亞咧，先需要去買同埋去做嘅身體檢查。呢度咧亦都要俾少少 tips 大家，逢係60歲以上嘅人士咧，政府係冇呢個保單嘅要求嘅。換言之咧，我哋嘅申請咧係一啲風險都冇嘅，批出之後咧先需要將個定期嘅金額transfer嚟馬來西亞呢邊。最後喺度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 summary。如果你依家目前喺香港咧，記得係一定要通過我哋中介咧，先可以去到香港嘅警察局申請到良民證。而且咧，我哋嘅團隊咧係會教你點樣去做呢個結婚證書同埋呢個出世紙嘅呢個認證嘅 step 嘅。咁另外，如果你已經離開香港生活超過2年以上咧，例如你而家目前喺加拿大或者甚至乎美國啦、英國啦、澳洲啦，你亦都可以喺當地嘅政府申請良民證。係唔同嘅國家咧有唔同嘅網站，我哋嘅職員咧到時都可以提供俾大家。咁香港嘅朋友咧就比較着數啲啦，因為咧下個月11月1號同2號
火姐同火姐嘅團隊咧，將會喺香港喜來登酒店4樓2點開始咧，會有一個大怡家園咧，同埋一個置業嘅講座會，大家可以親身嚟到現場咧嚟諮詢呢個 process 嘅。但係如果你唔喺香港咧，你都唔需要擔心喎，你就可以聯絡我哋，直接同我哋安排一個1對1嘅對話，或者係一個 Zoom 嘅 consultation， 我哋一樣咧可以服務到大家㗎。大家記得去撳個鐘仔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頻道，我會努力拍多啲關於馬來西亞嘅衣食住行影片俾大家。